各位，內地股市喺長假期之後復市表現反覆，上證指數收市跌超過2%，而港股亦都再創超過2年新低。內地喺假期期間監管機構連番派定心丸，人行行長周小川指股市調整大致完成，中證監亦指股市泡沫已經釋放，但對市況冇明顯幫助。上證綜合指數喺長假期復市後，早段雖然曾經重上3200點以上，但午後沽壓再現，失守3100點。收市跌超過2%，金融股被拋售，交行 A 股跌停板，滬深300指數更加跌3%。港股走勢亦反覆，早段曾經升超過200點，一度重上21000水平，之後掉頭向下，尾市跌幅擴大，再創超過2年低位，收報20583點，跌257點，成交縮減至671億。短線嚟講咧，咁大家都仲係比較關注，譬如話美國加息嗰邊嘅一個影響啊，同埋個陰影嘅一個影響之下咧，其實整體嗰個環球嘅資金流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入邊。咁亦都注意到，譬如話市場對於內地嘅經濟情況咧，其實個憂慮咧都仲係比較高嘅。短線嚟講，似乎都仲係啲淡倉控制住個市況嘅主要嘅一個主導嘅一個因素。咁我哋唔排除後市都仲係一個沉底嘅弱勢。有報道指渣打可能涉及違反美國對伊朗嘅制裁令，渣打股價跌近3%，重磅股匯控亦跌2%，股價見3年幾低位。賭業股再有沽壓，銀娛跌半成，永利澳門跌幅有3%。無線電視黃志雄報導。中國外匯儲備創有紀錄以嚟最大單月減幅。人民銀行公佈，截至到8月底，中國外匯儲備有35500幾億美元，較7月底減少939億美元，係連續4個月減少之外，減幅更加創有紀錄以嚟最大。內地公佈外匯儲備數據之後，離岸人民幣匯價急跌，同在岸價差距曾經擴大至到1100個點子。在岸價亦都結束連續6日上升，收報6.3659。分析指，中央為咗維持人民幣匯價穩定，需要直接干預，拖累外匯儲備持續縮水。渣打就表示，上月進行一項網上調查顯示，預期人民幣喺未來12個月持續貶值嘅受訪者比率，由舊年嘅5%大幅增加至到64%。渣打又估計喺年底前，人民幣將會跌至到1美元對6.5元人民幣嘅水平。因為我哋仍然喺現階段仍然預期緊喺年尾之前，美國聯儲局有機會開始加息。咁喺呢個咁嘅大環境之下呢，通常將會加息嘅貨幣呢，都會從一個息差角度嚟睇呢，都會有一個支持。咁變咗未來嗰幾個月，美元我相信都會維持一個偏強嘅走勢。相對嚟講，人民幣對美元有一個輕微嘅貶值，都係非常之合理。港元匯價持續偏強，金融管理局再向市場注資。人民幣貶值觸發離岸人民幣市場拆倉潮，港元偏強觸及1美元對7.75港元嘅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再向市場注資31億元。星期三，銀行體系結餘會增加至到超過3269億元。最活躍港股收市價，騰訊跌1蚊，安石 A50 中國跌2仙，南方 A50 跌4仙，匯豐控股跌個2，平保升1毫1仙8。建設銀行跌8仙，友邦保險跌4毫半，中移動跌6毫7仙半，工行跌7仙，中行跌6仙。期指夜市9月升28點，成交有2700幾張。差餉物業估價署嘅數據顯示，7月份本港二手樓價同租金再破頂，但係分析指數據未能夠反映近月股市波動以及個別樓盤劈價成交嘅影響。7月份本港中小型同埋豪宅二手樓價都穩步向上，帶動期內差餉物業估價署嘅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升至303.6，再創新高。有業界分析就認為，由於指數滯後，未能夠反映近月股市震盪對買家入市意欲嘅影響。其實我哋睇到嘅股票市場嘅調整由7月開始。如果你個經濟如果係繼續咁嗰個零售消費繼續放緩，而從而影響到個失業率，咁到時可能對嗰個樓價嘅影響就會明顯好多。
轉勢咧，其實係一定係發生緊㗎啦，已經。因為你見得到其實全球經濟都相對地比較弱啦，而香港嘅資產價格非常之高，過分地高，個房地產價格一定會受呢個因素而調整嘅。另外，差餉物業估價署嘅數字都顯示租金維持向上嘅趨勢。7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升至174.4，連升17個月，再創新高。無線電視陳文賢報道。歐洲股市普遍靠穩。美元匯價：日元119.37，英鎊1.5265，澳元0.6935，歐元1.1147。港元匯價：美元7.7496，每百日元6.4915，歐元8.6377，英鎊11.8305，瑞士法郎7.9516。加拿大元5.8307，澳元5.3736，新西蘭元4.848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12。人民幣公斤條賣出價236.67人民幣，倫敦黃金賣出價1122.89美元，99金每兩部10380蚊。節目時間夠啦，多謝收睇。